義勇獎係為表揚憑藉無比勇氣喺危急關頭拯救他人生命、發揮義務工作精神嘅香港市民。呢份無私無我嘅助人精神，值得各界認同及表揚，為社會大眾樹立良好嘅行義榜樣。知道意外有陣時就係無啦啦就會出現，可能搭下小巴、等下車，咁喺條街度都會有意外發生。所以我哋覺得急救嘅重要性係好緊要啦。唔好驚會越幫越忙，盡你嘅能力即刻出手救人，其實就可以救返一條生命同埋一個寶貴嘅家庭。我認為只要大家能夠關注一下社區，關注一下身邊嘅人，大家再向前行多步，就能夠令到我哋社區更加美好。幫助他人、關心社區，其實途中都得到好大嘅滿足感。無論我哋係咩身份，我哋係市民都好，亦都係一個警察都好，見到危險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毫不畏懼咁樣伸出我哋嘅援手去幫助有需要嘅市民。如果遇到一啲突發性嘅事件嗰陣時咧，都唔好視而不見，喺安全情況下提供援手。你嘅援手絕對可以改變事件嘅結果嘅。我哋咧都要多啲關心下啲獨居老人啊，年長嘅朋友啊，多啲去做下義工啊，幫助下啲有需要嘅朋友。咁作為一個警務人員啦，咁不論當值與否啦，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及性命安全咧，係我哋嘅責任嚟嘅。咁喺今次事件入邊咧，好彩啦，冇市民受到傷害，咁而我亦都能夠成功保護到市民啦，係實屬我嘅榮幸嚟嘅。When you witness some such incidents, do not just mind your own business. Do a little thing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. 人嘅生命咧，就係比任何一樣嘢都重要嘅。大家出自一片真誠，盡力而為咯。